来继续来到中华社头乡，这个中山路边啊有一张山影园。最近这个山影长的结果，竟然是引来一阵的大只杜丁来找食。讲民众一天就掠到9只，另外还有8粒卵。当地乡亲是真担心哦，都惊这种大只的杜丁大量来生团，会来伤害到当地农作物。 穿白菜裤的人伫路边发现大只杜丁，伊一个move就掠到真大只的杜丁。一只掠了，阁有另外一只秘入去山影园内底。但是走落叶声。就算秘起来嘛掠会到。有。内底阁秘一只，同款掠会到。甲杂草掀开，发现一个大粪坑，内底有几啊粒白色的杜丁卵。中华社头的一个山影园，天气真热，山影阁湿啊，放开引来大只杜丁，阁挖坑生卵，甚至会爬去附近的楼仔厝的壁，幼长远的栏杆拍日头。掠过青色杜丁的民众，一天就掠到9只，阁加8粒卵。是啊，可能人时的乱甲放的款。人掠来放啊放，就一直生产，一直处理啊，遮就已经保护，唔得走出外口。大只杜丁是外来种，无啥物敌人，生团速度够紧，数量一济就会破坏农作物，民众真烦恼。为了避免绿鬣蜥的栖地被破坏，民众一发现有绿鬣蜥记得第一时间通报县府，然后县府这边会委托专业人士去做捕捉。农业处讲，敢若是因为民众饲甲无要饲啊，着乌白蛋，才会造成社头嘛出现大只杜丁。嘛强调，若是掠到大只杜丁，一定要赶紧送去消防局或者是管府，千万唔通乌白蛋，避免搁扩散。